近期百物騰貴，水電煤樣樣加，大家買餸見到啲菜價肉價都搖晒頭，個荷包係咪都縮晒水呢？如果我而家同你講，有高達1000蚊嘅津貼可以免費落袋，幫你交電費，仲有消費券可以攞去買餸食飯，你係咪即刻精神晒呢？冇錯，中電又派錢啦！今次重點對象係長者同基層家庭，由3月2號開始正式接受申請。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老人家、親戚朋友可能符合資格，就千萬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今日呢條片，我會為大家由頭到尾剝洋蔥咁拆解呢個中電嘅電費補助計劃所有細節，由點樣界定自己合唔合資格，申請手續係點，要準備啲咩文件，去到點樣用嗰啲中電消費券，全部一次過詳盡咁講晒俾你聽。大家記得攞定紙筆抄低重點，或者直接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有需要嘅人，大家一齊攞盡呢個着數。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仲會同大家分享幾個極度實用嘅慳電秘笈，幫你慳得1蚊得1蚊。首先，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究竟呢個計劃係咩來頭？點解中電會無啦啦派錢？其實中電每年都會透過佢哋嘅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撥款，推出唔同嘅支援計劃嚟回饋社會，尤其係想幫輕下基層市民嘅經濟壓力。今年呢個計劃，顧名思義就係針對長者同基層家庭，提供高達1000蚊嘅支援。呢1000蚊唔係全部都係現金直接過戶俾你，大家要聽清楚個玩法。呢1000蚊嘅津貼通常係分為2部分嘅。第一部分係600蚊嘅電費津貼，第二部分係400蚊嘅中電消費券，加埋一齊總值就係1000蚊啦。呢個配搭其實非常之貼心，600蚊直接幫你扣減中電嘅電費單，即係話你有幾個月可能唔使交電費，或者交少好多，而另外嗰400蚊消費券，你就可以攞去指定嘅商鋪買日常用品、買餸，甚至去食個靚飯。呢個安排既減輕咗大家交水電煤嘅煩惱，又可以幫補下日常開支，真係一舉兩得。講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心思思，想知自己到底合唔合資格攞呢1000蚊？呢個係重中之重，大家一定要留心聽。中電呢個計劃主要係涵蓋4大類別嘅人士。第一類就係65歲或者以上嘅獨居長者，又或者係雙老家庭。即係話，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住，又夠65歲，或者你同老伴2個人一齊住，2個都夠65歲，咁你哋就已經符合第一類嘅基本條件。第二類係低收入家庭。咩叫低收入家庭呢？通常嘅界線就係你屋企有冇領取緊政府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大家平時講嘅綜援，又或者你係咪領取緊在職家庭津貼？甚至乎，如果你小朋友有書簿津貼、車船津貼，都有機會被納入低收入家庭嘅類別。第三類係殘疾人士。如果你持有勞工及福利局發出嘅殘疾人士登記證，即係我哋俗稱嘅殘疾證，或者你領取緊傷殘津貼，咁你都屬於合資格嘅群組。至於第四類，就係住喺過渡性房屋或者劏房嘅住戶。大家都知，住劏房嘅街坊生活環境比較艱難，有時仲要捱貴電，所以中電都特別將呢一班基層市民納入受惠對象入面。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我好似中咗其中一項喎，咁我係咪即刻可以打俾中電攞錢？千祈唔好咁心急，因為中電呢個計劃係唔接受市民自己直接向中電遞交申請表嘅。呢一點非常之重要，我重複一次。你係唔可以自己去中電門市或者上網填表申請嘅。咁點樣申請呢？中電係採取一個社福機構轉介嘅機制，即係話你需要透過中電指定嘅協辦非政府機構，即係 NGO、社區中心、長者中心或者家庭服務中心，由佢哋嘅社工或者職員幫你評估資格，然後再由佢哋轉介俾中電。咁具體嘅申請步驟係點呢？大家跟住我呢個懶人包去做就實冇死。第一步，由3月2號開始，你可以去你屋企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
鄰舍中心、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或者一啲大型嘅慈善機構，例如明愛、保良局、東華三院、聖雅各福群會等等嘅屬下中心去查詢。如果你本身已經係某啲中心嘅會員，或者平時有社工跟進開你嘅個案，咁就最方便啦，直接揾你相熟嘅社工幫手就得。如果你平時冇去開呢啲中心，都唔緊要，你可以落去屋村樓下嘅議員辦事處或者社區中心問下，佢哋實會話俾你聽最近可以幫手申請嘅機構喺邊度。揾到機構之後，第二步就係要準備好晒所有需要嘅文件。正所謂三軍未發，糧草先行，帶齊文件就唔使走多幾轉啦。你要準備啲咩呢？第一，梗係你嘅香港身份證副本啦。第二，你要帶埋你最近期嘅中電電費單。點解要電費單？因為社工要核對你個電費戶口號碼，同埋個戶口最好係用你或者你同住家人個名登記嘅。如果你係租客，個戶口係業主個名，咁情況就會複雜少少。你可能需要提供租約，證明你係嗰個單位嘅實際住客，同埋係你負責交電費嘅。第三，你要帶備證明你符合資格嘅文件，例如你係長者，身份證已經證明到年齡。如果你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長者金，就帶埋社署嘅信或者銀行打簿記錄。如果你係低收入家庭，就帶你嘅綜援證明、職津證明或者小朋友嘅書簿津貼獲批信。如果你係殘疾人士，就帶埋殘疾證或者傷殘津貼證明。帶齊呢啲文件，去到中心揾社工，佢哋就會幫你填一份特定的申請表。搞掂晒之後，機構就會將你份表連同證明文件一齊交俾中電審批。遞交咗申請之後，大家就要俾啲耐性等下啦。因為全香港有咁多人申請，中電同埋社福機構都需要時間去處理同核實資料。通常審批過程大約需要4至8個星期左右。當你嘅申請獲批之後，你唔會收到一張支票或者有人派現金俾你嘅。頭先我講過，嗰600蚊電費津貼係會直接存入你申請嗰個中電電費戶口入面，即係話，當你收到下一期或者下2期嘅電費單嗰陣，你會留意到單上面有一項扣減，寫住類似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津貼咁嘅字眼。扣咗600蚊。如果嗰個月你電費只係用咗200蚊，咁就會扣200，剩返嘅400蚊會帶落下一期單繼續扣，直到扣晒嗰600蚊為止。所以大家完全唔使擔心啲錢會過期或者唔見咗，佢會一直喺你個戶口幫你頂住啲電費。講完600蚊電費津貼，我哋嚟講下戲肉，亦都係好多街坊最中意嘅400蚊中電消費券。呢400蚊消費券到底係點樣派發同埋點樣用嘅呢？當你個申請批咗之後，中電會透過郵寄嘅方式將消費券寄去你登記嘅地址。通常呢啲消費券面值都係50蚊一張，400蚊就即係有8張。呢個設計好貼心，等你唔使一次過買好多嘢，可以分開幾次慢慢用。攞到呢啲消費券，你可以去邊度用呢？中電消費券嘅認受性其實非常之高，全香港有超過1000間商鋪參與咗呢個計劃，涵蓋咗你生活嘅方方面面。最常見嘅包括各大超級市場、連鎖快餐店、茶餐廳、酒樓、麵包鋪、藥房，甚至乎一啲街市嘅檔口或者士多都有得用。參與嘅商鋪門口通常會貼住一張好搶眼嘅中電消費券認受商戶嘅貼紙。如果你唔肯定，入去買嘢或者食嘢之前，開口問句老闆或者收銀，請問收唔收中電消費券啦？咁就萬無一失啦。喺使用消費券嘅時候，有幾個細節位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消費券係唔可以兌換現金嘅，亦都唔設找贖。即係話，如果你買件嘢係48蚊，你俾一張50蚊嘅消費券，間鋪頭係唔會找返2蚊俾你嘅。所以最精明嘅做法就係買夠50蚊或者超過50蚊，然後補貼少少現金。例如你買咗52蚊嘢，你俾一張50蚊消費券，加2蚊散銀，咁就完美啦。第二，
消費券係有使用限期嘅。當你收到消費券嘅時候，一定要第一時間反轉背面睇清楚個到期日。通常限期會有幾個月甚至半年，但係老人家記性有時冇咁好，擺下好容易唔記得，到期咗就變成廢紙，咁就真係見財化水啦。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收到消費券之後，盡快放入銀包最顯眼嘅位置，或者一落樓下買餸就即刻用咗佢，早買早享受嘛。為咗令大家更加清晰明白整個流程，我喺度虛擬兩個真實生活經常發生嘅例子同大家拆解下。第一個例子，陳伯同陳婆婆，佢哋兩位都已經70歲，退咗休好耐，仔女結晒婚搬咗出去住。佢哋兩老而家住喺觀塘嘅公共屋邨，平時靠政府嘅長者生活津貼過活。由於佢哋符合65歲或以上雙老家庭呢個條件，所以絕對合資格申請。3月2號嗰日，陳伯就帶齊佢同婆婆嘅身份證副本、最新一期嘅中電電費單，同埋佢哋銀行打保證明有出長者生活津貼嘅記錄，落去屋邨樓下嘅長者鄰舍中心。中心嘅姑娘好快手就幫佢哋填好表。大約6個星期之後，陳伯收到最新嘅電費單，發現原本要交100幾蚊電費，而家變咗0，因為扣咗600蚊津貼入面嘅錢。過多2日，信箱仲收到中電寄嚟嘅400蚊消費券。兩老逢星期日都會去樓下茶樓飲茶，一盅2件，埋單大約120蚊。佢哋就用2張50蚊消費券，再補20蚊現金。400蚊消費券夠佢哋飲好多次茶啦，真係大大減輕咗佢哋嘅生活負擔，兩老都笑得好開心。第二個例子，李太一家4口。李太同老公帶住2個讀緊小學嘅小朋友，租住喺深水埗嘅一間劏房。老公做地盤散工，收入唔穩定，李太就要照顧小朋友冇出嚟做嘢。佢哋一家有申請政府嘅在職家庭津貼，小朋友都有全額書簿津貼。佢哋絕對屬於低收入家庭同埋劏房住戶，所以一定合資格。但係李太有個煩惱，就係間劏房嘅電費戶口係業主個名，平時係業主按分標收佢電費嘅，咁點算呢？李太去到附近嘅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求助，社工同李太解釋，雖然戶口唔係佢個名，但只要佢提供到租約同埋業主每個月寫俾佢嘅電費收據，證明佢確實有交電費，社工就可以幫佢特別處理，向中電證明佢嘅情況。搞掂手續之後，中電嘅審批一樣通過咗，因為戶口係業主名，600蚊津貼會扣喺業主個大電錶戶口度。社工就教李太同業主溝通，業主見到電費單扣咗錢，就喺李太下個月要交嘅租金或者分標電費度扣減返600蚊俾李太，而嗰400蚊消費券就當然直接寄去李太屋企啦。李太攞住消費券去超市買咗啲米，又同埋小朋友中意食嘅生果，慳返唔少買餸錢。聽完呢2個例子，大家係咪對個計劃清晰咗好多呢？不過我知道大家心入面可能仲有好多疑問，所以我特別整理咗一個 Q&A 常見問題大解答，一次過答晒大家心底嘅疑問。第一條問題，我上年已經申請過呢個中電津貼，今年仲使唔使再申請？答：要。呢個計劃係按年推出嘅，就算你上年成功申請過，唔代表今年會自動撥過戶俾你。你今年依然需要重新去社福機構做一次評估同轉介，因為你嘅經濟狀況或者家庭狀況喺呢一年入面可能會有改變，所以每年都要重新審批一次。3月2號開始，記得去重新搞過啦。第二條問題，我係租客，電費戶口係死約業主或者上一手租客個名，我轉唔切名，仲申唔申請得？答：頭先李太個例子都略略提過，係得嘅，不過手續會繁複少少。你需要提供有力嘅證明，證明你係現時該單位嘅住戶，並且係由你負責支付電費嘅。例如有效嘅租約上面最好寫明水電費由租客負責，或者業主開俾你嘅租金及電費收據。
帶齊呢啲去揾社工，佢哋會幫你寫清楚情況。不過為長遠計，我都係建議大家盡快將電費戶口轉返做自己名，保障自己之餘，下次申請任何津貼都方便好多。第三條問題，我住喺港島區或者南丫島，可唔可以申請呢個計劃？答：好遺憾，唔可以。大家要搞清楚，香港有兩間電力公司，九龍、新界、大嶼山同埋大部分離島係屬於中華電力中電嘅供電範圍，而香港島、鴨脷洲同埋南丫島係屬於香港電燈港燈嘅供電範圍。今次呢個電費補助計劃係由中電推出嘅，所以只有中電嘅註冊客戶先可以受惠。如果你住港島，就要留意返港燈有冇推出類似嘅紓困措施啦。第四條問題，我有幾個物業，但係我自己本身有長者卡，又夠65歲，咁我合唔合資格？答：呢個問題好現實。雖然你符合年齡資格，但社工喺評估嘅時候係會考慮你整體嘅資產同收入狀況。呢個計劃嘅原意係幫助基層同埋有經濟需要嘅長者。如果你手持幾個物業收緊租，明顯唔屬於基層或者有經濟困難，社工有好大機會唔會批你個申請，將個名額留俾真正有需要嘅公公婆婆。社會資源有限，大家都應該將着數留俾最需要嘅人。第五條問題，我屋企有兩個老人家，大家都夠65歲，咁係咪可以每人申請一次，攞2000蚊？答：唔係。呢個計劃係以家庭或者電費戶口為單位去計算嘅。一個合資格嘅電費戶口最多只可以獲批一次1000蚊嘅津貼，即係600蚊電費加400蚊消費券。就算你屋企有4個合資格嘅長者一齊住，都只會當一個單位去處理，唔會因為人多就派多幾份。解答完咁多問題，相信大家都已經成為咗呢個計劃嘅專家啦。不過俗語有話長貧難顧，津貼雖然好，但始終有扣完嘅一日。想每個月個荷包都冇咁痛，最治本嘅方法，始終都係要識得點樣慳電。尤其係而家啲天氣反常，夏天熱到爆，開冷氣真係好襟計。所以喺呢條片嘅尾聲，我特別為大家準備咗幾個簡單又實用嘅慳電小貼士，等大家將嗰600蚊津貼用到盡，拖長嚟扣。慳電第一招，冷氣機大作戰。夏天唔開冷氣真係頂唔順，但開得唔啱就等於燒錢。記住，冷氣機溫度最好調校喺24至26度之間。專家話過，冷氣每調低1度，就會用多3%至5%嘅電。25度加把風扇吹住，其實已經非常之涼爽舒適。另外，冷氣機嘅隔塵網一定要定期洗。最好每2個星期就拆落嚟用水沖下。如果隔塵網積滿灰塵，冷氣機就要用更大嘅力去製冷，用電量自然直線上升。慳電第二招，對付電器吸血鬼。你知唔知屋企有啲電器，就算你熄咗佢，只要個插頭仲插住喺插座度，佢都會靜悄悄咁吸緊你啲電？呢啲就係所謂嘅備用好電。最常見嘅吸血鬼包括電視機、機頂盒、微波爐、電腦同埋各類充電器。對付佢哋嘅方法好簡單，用完電器之後，唔好只係用遙控熄機，一定要撳熄埋牆身插咗個開關掣，或者直接掹走個插頭。積少成多，一個月落嚟可以幫你慳返10幾20蚊電費㗎。慳電第三招，精明揀選電器。如果屋企有電器壞咗要換新，千萬唔好貪平買啲不知名或者無能源標籤嘅牌子，一定要認住機身上面嗰張1級能源標籤。雖然1級能源標籤嘅電器喺買嗰陣可能會貴少少，但係佢運作起上嚟極度慳電，用多幾個月慳返落嚟嘅電費，已經夠補返個差價有得。特別係冷氣機同雪櫃呢啲用電大戶，一定要揀1級能源標籤。慳電第四招，善用天然光同通風。日頭嘅時候，盡量拉開窗簾，用天然太陽光照明，減少開燈。如果天氣唔算太熱，
可以打開窗對流，吹下自然風，少開陣冷氣或者抽氣扇。仲有，雪櫃唔好塞到滿一滿，要留返啲空間等冷空氣可以循環，咁樣雪櫃先唔會為咗保冷而搏命行機。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關於中電電費補助計劃嘅資訊，由3月2號開始，合資格嘅朋友記得盡快去社福機構搞手續啦。1000蚊講多唔多，講少絕對唔少，夠買好多餐餸，減輕好多負擔。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申請嘅疑問，或者你想分享下你之前申請嘅經驗，非常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區踴躍留言，我會盡量解答大家嘅問題。仲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記得撳埋個訂閱掣，同埋旁邊個鐘仔，咁下次香港有咩最新嘅着數、津貼或者民生資訊，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幫補家計嘅機會啦。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身體健康，日日有靚餸食，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